大家好，呢間眼鏡店開咗唔夠1年，已經迅速成為香港人北上配眼鏡嘅一個新選擇。坐標喺福田皇庭廣場，配一副啱度數又舒適嘅眼鏡，仲配備咗最新型號 AI 測量儀，買滿指定金額就會送太陽鏡。長者話仲可以免費攞一副老花鏡添。想清楚晒所有優惠，一齊睇片睇到尾啦！我哋依家出發啦！講一次點樣去。福田口岸過關，轉4號線搭2個站，嚟到會展中心 C 出口，直入皇庭廣場，行咗一段路，左手邊見到茶垢星球，跟住左轉直行，萬格海鮮隔離就會見到愛慕時光噶啦。店鋪佔地6000尺，今日就揾店長 Stephen 傾下。Hello Stephen， 你好啊，係啊，請問呢而家即係配眼鏡有咩最新嘅優惠呢？有啊，大家睇下。好啊，長者個老花鏡嚟送。我嚟呢度就即刻可以免費攞噶啦。然之後咧，消費咧，我哋仲有送太陽眼鏡嘅，你最低消費98蚊，嗱，即係等於話你配啲副眼鏡，你呢個我哋98蚊嘅套餐已經係有埋健康鏡片嘅，可以30分鐘攞鏡，唔係嗰啲平平地嗰個，係真係靚嘅質素嚟嘅。我哋平時賣去咧都係198蚊。嗱。咁啊有成100副200副俾大家睇。愛慕時光係呢個商場最大嘅眼鏡店，商務款、休閒款、運動款，國內外品牌都可以喺呢度揾到。當然唔少得智能眼鏡啦。大家睇到咧 Doki 呢個 Lucky 啊 Glasses 咧最新嘅，佢有現貨，所以大家上嚟試下咧可以試到，同埋咧即時可以攞走。入邊咧可以配到眼鏡片嘅。咁呢個咧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噶啦。佢除咗有字幕顯示之外咧，可以聽歌、打電話，仲有咧支持廣東話翻譯嘅，英文啦、日文啦，所有都可以嘅。Stephen 啊，大家咧好關心咧北上配眼鏡個價錢嘅，咁你哋鋪頭咧有啲乜嘢嘅優惠啊？咁樣可唔可以講講咧？可以啊，咁我講個大概嘅折扣先啦。咁我哋係現貨可以做到2.8折，同訂製鏡片係3.5折嘅。咁除咗呢啲優惠之外咧，仲可以俾埋港紙1對1嘅優惠。港紙可以支持俾現金或者 Alipay 支付都可以。好吸引喎，真係好想知道即係個價錢啊！咁好多人都話啦，咁你哋咁啊咁低嘅折扣，係咪嚟咗之後又推介啲好貴嘅鏡片咧？即係話即係高低折扣貴標價嗰啲嘅，唔係嘅，標價咧係大家可以睇得到出嚟噶嘛。好似呢一個我哋 Hoya 嘅前進鏡。仲有一個呢個 Hoya S1 嘅前進原價990蚊，我哋做緊咧188蚊嘅折扣啫。我係直接同你講價錢出嚟，唔係淨係講折扣嘅。但係因為 S1 咧佢個盲區咧比較多啲啦，如果大家想試下好啲嘅咧 S3、S5 去到呢啲高端少少嘅咧，同佢個盲區就少好多啦。漸進對焦更加舒服啲。S3 原價1490蚊，只需要521蚊，去到中高級版。S5 啦，2090蚊嘅，跌咗係都只係需要731蚊就可以。1000蚊之內又已經可以有啲套餐健康送埋嘅，包埋噶啦。咁咧就去到高拍版 X1 噶啦，因為有好多人之前帶去靚個鏡片噶嘛，咁配翻呢個咧就唔錯啦。個價錢係點咧？1000蚊，1000蚊啫，冇錯。高端嘅 Hoya 1000蚊都係可以買到啦。好似大家如果唔係好新近視嘅話咧，係唔需要咁薄鏡片嘅。咁啊，如果係128度、238度嘅話咧，用到呢個590蚊嘅，折咗係只需要165蚊就可以噶啦，165蚊。咁我呢個藍光鏡咧，1.55嘅藍光鏡咧，折咗咧都係300蚊左右，就可以買到。真係唔貴喎。如果你度數去到400度、600度左右咧，推薦用到1.6或者1.67嘅。嗱，佢個價錢都係400-500蚊、500-600蚊搞掂晒嘅。仲係 Hoya 鏡片。如果你嘅近視係1000度以內，散光未超過200度嘅話咧，係防藍光3290蚊嘅標價，2.8折之後只需要921蚊。Stephen 啊，如果變色鏡咧有啲咩選擇咁樣啊？變色有好多牌子嘅，首選都係Easilo。我哋叫做全視線鏡片噶嘛。全視線呢間公司咧已經被Easilo收購咗，所以而家Easilo等於全視線，全視線等於Easilo。大家見到一個好大嘅字，全視線嘅咁封面。咁啊，全視線咧係比較啱邊啲人咧？佢係可能係旅行多啦，或者見到陽光比較多嘅。仲有咧，我哋經常檢查眼底嘅時候，發覺大家係有啲人係怕光嘅，尤其是做完手術嘅人咧。咁你配全視線就非常之啱噶啦。近視散光嗰啲咧，原價1780蚊嗰個非球面全視線Easilo資源嘅話咧，係只需要588蚊嘅。
折咗之後，係喎，呢啲牌子我哋都係有現貨2.8訂製3.5接近呢啲優惠嘅。仲有咧，如果大家想要下 colour 嗰啲咧，都有得揀嘅。哦，好多顏色可以選擇。漸進鏡全時線嘅，原價2490蚊，我咧都係871蚊就買到啦。我哋有好多品牌，羅登斯德、蔡司呢兩個係德國牌子嚟嘅，佢呢兩個咧都係做高端鏡片嘅。咁啊，羅登斯德咧係做高端，但價錢方面，如果大家想買呢個牌子，要預算多少少嘅。我幾年前喺香港配嘅500度近視、200度散光，連一個非品牌鏡框成套1600蚊，亦都冇問鏡片係乜嘢牌子。相對之下喺深圳價錢就吸引好多啦。點樣配一副精準又性價比高嘅鏡片？鋪入邊就多咗啲新科技，尤其係呢個日本豪雅儀器，令到我特別有興趣。我聽講話除咗蔡司嘅即係漸進測量儀之外咧，依家Hoya 都有一個 AI 智能嘅測量鏡咯。咁我幫大家示範一下，我哋呢部機係點樣去操作嘅。係，好啊。首先咧，我哋係 Hoya 嘅授權鍵，所以有埋 Hoya 嘅系統先用到呢部機嘅。呢邊咧係揀你嘅鏡框嘅物料，好似你金屬啦、膠框啦，唔同物料咧佢有唔同嘅方法。佢呢邊望住入邊個鏡，黃色嘅光就係幫佢揾緊個焦點。好，睇住前邊，影咗相啦。哇，咁快啊！係啊，非常之快。佢係可以做到30秒鐘出晒所有嘅參數嘅。咁呢個就係鏡框嘅所有嘢啦。鏡框個形狀同埋咧佢個焦點呢啲全部已經出晒嚟，即係等於係可以30秒鐘咧精準掃描參數。佢仲扣埋最新嘅人面個 AI 算法，幫我哋去測試到而家最新嘅焦點。然之後你漸進同普通近視佢都係有區別嘅，即係唔同嘅，唔係話我普通近視即係漸進都係同一個焦點，唔係嘅，佢係有分嘅。Stephen， 我想問下，頭先我見到有客人咧都喺呢一個區域度驗眼嘅，咁我見到咧都有4個步驟嘅。係啊，咁好多客咧都問我哋，咁你有4個步驟係點樣1、2、3、4嘅？第一步咧，我哋會測試到大家個舊眼鏡嘅度數啦，因為你舊眼鏡度數之後，用呢部行過個機器幫我哋 check 到你大概嘅度數，無論係散光、遠視、近視、老花，都已經知道個90度啦。然之後就去到 Nikon 嗰部機，幫我哋咧去精準測試到嗰個眼球眼底。我係長者，無論邊個，你想嚟知道我眼底個健康情況，可以嚟呢度 check 一 check，我哋可以免費俾個報告俾大家嘅。到呢度啦，咁啊呢邊就係我哋驗眼房度啦，係有個精準驗眼個區位，全自動嘅機器，非常之方便。好，咁我哋係蔡司嘅授權鍵嘅，咁呢部機咧可以精準出到我哋眼個焦點嗰啲，但佢一樣嘢，同區同高啊，眼個距離啊，唔係個個人都可以操作到嘅。我哋真係有驗光師，蔡司俾我哋驗光師嘅授權嘅驗光師先用到，唔係話所有驗光師都用到。咁啊，配眼鏡就放心啦。係啦，喺商場入邊嘅眼鏡鋪，當然諗住食完飯就可以攞眼鏡，究竟點樣做到呢？好多人都問我哋啦，點解可以30分鐘攞到眼鏡？除咗靠晒 E4 嗰部即係磨片機之外咧，我哋有晒鏡片嘅現貨嘅，即係等於就係話你驗眼準確啦、專業啦，咁你加工係咪專業咧？我哋靠咁專業嘅儀器，可以好精準到0.1 mm 嘅鏡片嘅 size，即係裝出嚟嘅鏡片咧係可以達到99.99%個問題都唔出現嘅，非常之快，全自動化，唔使人手噶啦。我目前其實累積咗30年嘅經驗，喺羅湖商業城有4間鋪頭，而第一代嘅經驗已經完美傳承俾第2代，由店鋪環境、產品質素、產品價格、售前售後服務都要做得好好，先能夠吸引到要求高嘅香港人。之前未北上配眼鏡嘅朋友，可能睇到呢條片都心喐喐。我建議大家可以到現場揾阿 Stephen 問清楚，店鋪入邊仲有幾位資深驗光師，相信都能夠幫你建立配眼鏡嘅信心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呢條片對你哋有價值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